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3月11日，我们与美好的距离。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帖记8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罗马书12章17跟18节。不要以恶报恶，大家看为美好的事，要踊跃去做，要尽你的全力跟大家和睦相处。犹太人的拉比这样问到学生说，人的眼睛是由白的部分与黑的部分而成的，然而何以人是从黑的部分看见一切呢？学生都无法回答。拉比便回答说，那是因为从黑暗面看世界比较好。对于人的罪性，不要从光明面看，而过于乐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了以斯帖记最后一讲因为我们读了以斯帖实在是已经蛮久了，而且我们也不断的在重复，从大的范围，再从小的细细的看，再回头再看大的范围，一章一章看。而今天是停留在以斯帖记第8章，而不是它的最后一章。何以我们会这样安排呢？我想我们是有一个提醒，再次从到大的范围来看，而要结束在这里。应业牧师给他一个 ending， 就是我们要与美好来相约，我们与美好的距离可不要太远，只在于一个选择。今天 RPG 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那么可见应业牧师邀请大家在以斯帖旧约，我们不停在拿旧约，神与旧约时代的约定。信实的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来到新约，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他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有机会翻转的时候，当我们被压迫着，我们得着了那个翻转逆转胜的时候，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好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是非常清楚的教导，要我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来胜恶。因为今天的经文来到了以斯帖跟末底改，他们原来是被迫害的，但神的手介入时，一切都反转。8章一开始就讲到亚哈随鲁王把犹太人的敌人哈曼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以斯帖。以斯帖告诉王，末底改是他的亲属，从那时起，末底改获准进到王的面前。而进一步，他们除了得着哈曼的财产，以斯帖也委任末底改来管理之外，很重要的会引起这一番的危机事件，是因为哈曼用了王的印写了一个谕旨，要杀灭整个犹太民族。但这个命令已经发出，那怎么办呢？那以斯帖就求王，当然
王呢也回应，正面的回应。追不能够取消，因为之前的王已经说了就不能再取消，不过现在他再发出一个新的通告，就是允许他们告诉这个犹太人跟各级的各省级的这些官员，什么命令呢？就是在8章11节，这通告说，王准许各城市的犹太人组织起来自卫，无论受到哪一省哪一国的武力攻击，他们都可以还击杀戮，灭绝那些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也可以灭绝，并且夺取他们的财物。哇，这个后面的这一道命令看起来是强过了前面那个哈曼所发的通告。但我们看今天要停在这个通告，到最后亚达月还没有发生，但我们知道从这个通告到最后亚达月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而这个段时间我们来想象，犹太人在8章16节说他们欢喜快乐，欣慰光荣，但17节也讲到当地的书珊城的其他的当地或者是其他省地的人，因为怕犹太人，就入了犹太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以斯帖就要停在这最后这一节哦。我们来想一想，这位神他的心意是爱，而他的爱是要透过人愿意跟随跟实践神所要给我们的，那就是爱。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爱你，我们可能停止在我们的嘴巴，但今天的经文停在最后，神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提醒我们要选择那美好。到了耶稣也教导我们要祝福，为我们的敌人来祷告，这样子我们就活出神的爱，也就是我们不会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恶者在黑暗里，他要让人离开神，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因为他先爱我们。进一步更积极的，是不是要我们以恶报恶，而是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我想今天耶稣的这个教导，使我们知道原来神创造我们的美好，在生活中我们就是要活出那个美好，不要以恶报恶。大家看为美好的事，我们要踊跃去做，要尽我们的全力跟大家和睦相处。所以我们要更小心我们人性的黑暗面，我们唯有依靠神，因为我们人真的是靠不住啊。我想我们最靠不住的是我们自己，是吗？而这位神他要我们依靠他能够得胜。
今天叶牧师连接了这首诗歌，我是个得胜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不是那种逆转胜的得胜而已哦，更多的是因着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就是爱，使我们在他爱中得救的乐歌响起时，我们靠主刚强站立，去做那美好的事，我们与美好的距离就不远了，因为我们有了主，这位主是美好的主。好不好？我们来默想，在现在的处境中，大家看为美好的事是什么呢？要踊跃去做，从何处来着手来做呢？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以斯帖有一个美好的结束，因为那是一个提醒。恳求你帮助我们选择那美好，选择祝福，选择和睦，与人和睦，选择爱我们的仇敌。当然我们更要彼此相爱，爱我们身边那重要的人。谢谢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你帮助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基督您已经复活了，我们靠着你，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要得胜，靠主来得胜哦。明天见。